嗯。哎，不是，您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是一点应聘经验都没有吗？去人公司面试，您好歹穿的正式一点吧。这不挺正式的吗？那得穿条裤子吧？哎，我有裤子呀。去穿上吧。哎，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吧？哎，好了没有啊？来了来了，催谁呢？哎，穿成这样就对了。哎，问你啊，待会儿面试的时候知道怎么说吗？人家要问你有没有工作经验，你怎么回答呀？没有啊，第一次。你哪能说第一次啊？你得说你有工作经验呀。哦，人家招聘的是有工作经验的，你说你没有，人能要你吗？那我怎么说呀？你得说你有工作经验呀，说之前在广告公司干过，记住了吗？哦，还有啊，人家甭管问什么，你都说会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走了。你以前做过广告设计吗？做过。哦，我不是第一次工作。那很好，那你介绍一下，你都做过什么广告设计呀？我做过，你不是做过吗？对，我做过，那个，那你服务的客户有哪些？这些你总该还记得吧？哎呀，我其实好像有点，其实是什么呀？我有点忘了吧。我明白了，其实你啥都不会，对吧？我们呢，也不是非要找有经验的员工，但是对公司来说，诚实是用人最关键的。啊 ，sorry。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偏让我说什么有工作经验，什么都会，结果人家揭穿了。啊，都丢人丢大了。你都跟人说什么了？问我有没有做过广告设计，我说做过，对吧？人家说行，你做过，那你有什么广告客户吗？一个都答不上来啊！不是你那么实在，你不会编点吗？你可以跟人说你做过乐视电视啊、佳能相机啊。哎呀，你瞎编什么呀？公司的人都说了，不是一定要你有工作经验，可就是因为我撒谎，都怪你，瞎出什么招呀？瞎编的，编。行，那个赖我，咱下次把那功课做足了，咱找一靠谱的还不行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赖我还不行吗？哎，真没事，别回家了。慢点啊。要不算了，我怎么一看他弟，我有点抖得慌。哦，你觉着呢？哎，不是，你干嘛去？啊，你不是算了吗？不是你说要来的吗？我啥时候说要来了？是你自己要来的，好吗？我问没问你，你是不是说合适？我说合适吗？我说的是，你要是觉着合适，你就来。哎呀，算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搞定吧。反正你快点。明儿我还得找徐云晶去呢。你没吃错药吧？怎么了嘛？你这两天张口闭口不离薛晶晶，你没发现吗？有吗？你是不是看人长得漂亮，你动心了？没有。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是我这边的人。
你忘了薛晶晶当初怎么一茬一茬骗我，还招摇过市了？你是无间道，你怎么能敌我不分呢？哎，我哪儿有啊？这不是你们让我去搞定他的吗？那我总得有点过程吧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到底有没有？我信。要不生来？我觉得行。反正这事儿我今天怎么也得办。走，走。在吗？都在。暂时按兵不动。冲进去，冲进去啊！不是，我又不是流氓，我冲进去。你不是就是来耍流氓的吗？不是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谁来耍流氓？我是来跟人表白的，我冲进去。这表什么表？你人都见不着，怎么表？哎，要不我给他来个酒后吐真情，怎么样？大哥，我求你了，千万别！你一喝完酒啊，忒吓人。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？我能真让自己喝多吗？喝多了我怎么组织语言？难说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做做样子，多要点啤酒，然后喝半瓶我们就开下一瓶。反正这啤酒放这儿，喝不喝也看不出来里边到底有多少酒。然后我就装喝多。他下单但凡对我有一点感觉，他总不能看我死在这儿吧？他只要一过来，我就抓着他，我就跟他表白，弄得深情点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吧，不行也得行，这来都来了，就是，就这么定了。喝，来，喝。还没走啊？没呢。要不然就让你姐出去跟他见一面吧。俩人说吧说吧，也许就散了呢。凭什么？啊？这臭流氓样的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！别拦着我！